西港松南国小虽然算是偏乡的小校，不过因的管弦乐团却已经连续3档踢下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甲顶的好成绩。参照这款在台南偏乡做出特色的艺术教学，就真需要持续资源投入，包括台湾一中保管计算所用实际行动来支持。26号上午，捐赠600万，除了赞助30间偏乡学校的艺术团队经费，也有在地处亲子幼儿园的友善服务，由市长吴一铁代表修正张明文献。今天预算到了，我们人也到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也到了。我想可能在代表集保结算所。让我们也谢谢市场所带领的团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期待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期待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能够在我们台南市充分的展开。你看这个资源的分配就很难均匀，又很难照顾到偏乡。那谢谢很多各位好朋友，那尤其谢谢台湾集保能够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帮忙在我们沈芳惠立委的夫人以及我们朱董事长全力的拍板定案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我要代表台南市180万市民朋友们，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学子各位校长，谢谢台湾集保。台湾集保所伫经营有成以后，包括办馆会、大专生公益专班等回馈，嘛，互因曾经得过亚洲企业社会责任等多项公益大奖。嘛，相信伫政府甲民间的共同努力，担起偏乡学校伫艺术领域等特色的发展，会当共款甲市区的学校比拼。咱的新闻，军职何长邦采访报道。